我今年45歲，化妝前我都會做呢幾個步驟，令到皮膚養成果凍肌。果凍肌有3大特質：皮膚非常水潤、豐滿同埋充滿彈性。洗完面之後咧，我會拍5層嘅爽膚水喺塊面上面。拍爽膚水嘅目的咧，主要咧令到皮膚咧更加水潤。爽膚水形成一個橋梁，可以將我哋後續嘅精華咧更加吸收落皮膚入邊。跟住我就會搽 ageLOC 嘅藍豬豬緊膚精華。首先將精華搽滿塊面先，想提升緊緻度，可以配合呢個刮面板。做以下呢5個步驟。最後當然唔少得防曬精華，我會選擇 SPF 50嘅度數，加強防曬效果，做到抗衰老同埋防止色斑形成。想知道多啲化妝技巧，記住關注我個頻道啊！